國法定發言時間15.00秒，亦即15.01過後則屬超時。扣分制餘下，法定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每位評判將於該辯論員所得分數扣除5分，如此類推，該種5秒亦當5秒計算。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否中準確，違計時員有所失誤時，一經發現應該立即向評判請示，評判可以自行決定係咪補足時間或者自行調整分數。如獲過半數評判批准，受影響之辯員可重新發言或者補足時間。喺正方一副發言前有1分鐘時間發表評論記錄雙方主線，喺雙方結辯發言前有1分鐘俾雙方作結辯準備。請問在座各位對賽果有冇疑問？如果冇嘅話，比賽即將開始。好，咁比賽而家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一舉手指。在座各位大家好，香港住屋問題範圍好廣，而簡樸房規管制度目的集中處理現時全港約11萬戶，涉及約22萬名居民所住嘅劏房環境問題。而制度在於全面發牌有序處理劣質劏房嘅問題。規管細節分為以下3方面：第一，必須滿足結構安全同埋消防安全要求，須設有滅火器同埋獨立嘅火警偵察器。第二，衞生，分間單位必須設有獨立嘅廁所同埋足夠嘅通風。第三，合理空間，面積最少8平方米同埋最低淨高2.3米，並包括租金管制同埋獨立嘅水電錶。喺方案下未獲認證嘅分間單位出租時，業主就需負上刑事責任，最高可以處罰港幣30萬蚊同埋監禁3年。而提供虛假資料者亦都會被罰款以及監禁。呢個政策會於26年嘅3月1號正式生效，設有緩衝期，允許業主將唔合格嘅劏房改為簡樸房，並於27年嘅3月正式執法。因此，今日衡量辯題標準在於立法後能否解決劏房現況面臨最基本而迫切嘅問題，並提升市民居住質素。我方贊成辯題嘅原因有2：第一，跟隨劣質居所，保障住戶嘅居住安全同尊嚴。根據政府2024年簡樸房規管制度諮詢文件顯示，有50%劏房住戶喺不足100尺嘅空間，當中有1成6要住在世一半。以劏房住戶平均人數為2人作計算，每人平均住25尺到50尺嘅空間，因此大多數劏房地方擠迫、雜物多，好多時亦都因為冇窗、冇獨立嘅水電錶，最後造成咗每當劏房有大火傷亡都極之嚴重。香港新聞媒體喺21年嘅統計咗由2017年到2021年5年間劏房大火事件，發現一共有12個人死亡。然而睇返上年嘅新聞報導，淨係講24年1年最少嘅就有佐敦、北角、長沙灣、旺角4個地方，就已經有10幾個人死喺劏房大火。又因為劏房碌架床貼窗阻逃生死，亦有電力因負荷過重而引發火災死，而呢個數字不跌反升。喺今年紅磡同埋北角嘅劏房都有人因為火災死，所以正如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徐德寶指出，香港嘅劏房問題嚴重，反映香港嘅房屋政策有缺失，政府有責任解決劏房問題。想問有方係咪由得每年死於劏房大火嘅人越嚟越多都唔理？第二，設立最低房屋限制，引導市場健康發展。2021年社區組織協會調查發現，分間出租嘅利潤遠高於成個單位，每年最高係可以相差54萬蚊㗎。分間單位嘅租金收入同差餉租值相差9倍，同時間劏房冇任何規定限制一間房最少有幾大，喺冇限制嘅情況底下，就令到某些業主毫無底線，將間房可以劏幾細就劏到幾細，最終造成咗2019年一屋劏40間嘅棺材房出現。分間單位，然而喺規管框架下，業主改造間房後，分間單位續租時租金加幅不得高於全港性租金指數變動嘅百分比，兼有4年嘅租住權保障。咁我就想問下有方啦，點解由得呢啲農屋喺市場上面發現，係更加有利於市場健康嘅發展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4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嘅同仁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一舉手指。
在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4分鐘嘅開辯論係今日有方犯下咗3大謬誤。第一，標準過低，有方話減破房有進步，可以解決好多劏房而家豪差嘅問題。但有進步係咪代表弊處細咗呢？點樣得出利大於弊嘅結論呢？第二，論證粗疏，有方話減破房規管條例可以解決而家嘅消防問題啦，令不過劏房呢啲問題有得解決啦。但點確保利處成立呢？同樣係規管劏房嘅租務管制條例，屋宇署同你講實施1年，巡查劏房嘅數量不足整體2%，原因係因為預算不足削減開支。想問有方，你要點樣確保減破房嘅成效呢？麻煩有方一副解釋。第三，誤解住屋問題。其實香港喺可以10年內完全取締劏房，唔需要令市民居住喺不適切嘅環境。房屋局長遠房屋策略報告指出，未來10年嘅公營房屋需求量為308000個單位，但政府可興建約4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超額完成約10萬個單位。香港有足夠嘅房屋供應，完全取締劏房，所以香港嘅住屋問題未來嘅重點係提升居住質素。我方立場好明確，現時嘅劏房乃至係未來嘅減破房，從來都唔係一個合適嘅居住環境，因此根本無效解決香港目前嘅最大嘅住屋問題，亦即係市民嘅居住質素。因此，我方行論辯題嘅準則在於減破房嘅規管制度能否提供適切嘅住屋水平同埋質素。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2：第一，居住環境惡劣，影響市民生活。減破房嘅目的係為咗提升基層市民嘅生活質素同埋改善居住環境。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指出，8平方米嘅樓面面積包括牆身厚度，再扣除廁所嘅面積後，實際日常起居空間面積不足6平方米。正如聖方濟各大學社會科學與高級講師賴建國指出，一個人基本生活嘅物品，包括床、櫃，諸如此類嘅東西，全部擺晒入去，最少都要10平方米先足夠。而比較其他地區，例如係高過香港人口密度嘅新加坡，規定所有居住單位嘅面積最少有35平方米；人口密度高過香港60%嘅紐約，都規劃每個住宅嘅單位面積不可少於27.9平方米。香港一個標準泊車位都有10平方米，減破房呢一個連車位都不如嘅居住面積環境，仲係一個適住嘅居所咩？更甚，8平方米都唔係一個人均嘅居住面積，即係一個單位嘅最低限制。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當中，香港劏房平均住戶人數約為2人，當2個人淨係可以逼喺一個不足6平方米嘅居住環境，每一個人淨係分得約3平方米嘅活動空間，呢啲唔通係適合嘅居住環境咩？第二，降低市場標準。政府推出減破房，無非都係想為業界提供一個最低嘅劃一標準，令業主可以就住呢個標準為更多嘅租戶提供更好嘅居住環境。分間單位經營公司創辦人陳顯熙指出，市面上有30%嘅劏房要大改動先符合要求，成本係高達50-60萬蚊㗎。誠然亞洲開發銀行嘅一份報告指出，業主喺規管下傾向最小化投資，只係滿足政府嘅最低要求，以維持最大化盈利。換言之，業主為咗賺取更多嘅利潤，務求收回成本，只會將單位分隔成最低標準，亦即係8平方米嘅減破房。但現況下約75%嘅劏房面積係8平方米以上㗎。當日市場出現越嚟越多8平方米嘅減破房，只會令市場嘅標準進一步降低，造成更多不適切嘅居所出現。長遠而言，降低市場標準。最後想問有方，8平方米嘅居住面積係咪一個合適嘅居住環境呢？多謝各位。校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3秒，報銷時無需扣分。而家會進入1分鐘嘅主持記錄時間。
嘅係安全問題，仲有係衞生心理問題。根據香港社會福利聯會2023年3月6日發布嘅新聞，低收入劏房住戶嘅新生健康狀況調查中提及，有超過半成及90%以上劏房自評心理評分低於全港50%，低於50分。最後想問有方係咪覺得劏房只要符合最基本嘅消防條例，即係住咁嘅屋都可以呢？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2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想問評判啱啱有冇聽到正方會有用除聲嘅文字？咁因為過半數評判都有聽到啦，咁請會時間。係咁，每位評判可以自行決定對該隊員扣除1至5分。而家有請膽方一副嘅同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一位先生。主席評判咗兩個位，一副位置先係睇日方講咗啲咩，跟住日方打咗2版倒出嚟，第一版倒出嚟同我方講話，我方嘅立場係價格上啫，但係今日我方嘅立場好簡單明確，就係話俾你聽，減破房屋本質上就係有問題，我方並唔倡議任何嘅減破房屋。第二個倒出嚟就係話，今日問我方，今日同唔同意上床，下次會對居民有害，今日我方同意啊，所以今日我方轉變為問有方咯，8平方米嘅居住面積係咪一個合適嘅居住環境？有方唔敢回答㗎，因為有方都清楚知道8平方米根本咩都做唔到，即係轉身都係一個困難嘅時候，又點會係一個合格嘅居住環境咧？再從標準入手啊，因為雙方都同意現今房屋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質素問題，有啲人有方2個辯位都唔能發現，跟住有方論證辯題門檻過低，認為幫到少少就等於論證辯題利大於弊。但係今日有方根本就只係兩弊取其輕。如果好似舉個例子，好似天台屋咁啦，就算我點監管都好，佢都係一個唔安全嘅居所嘛。所以今日由此可見係要論證係咪對房屋問題有幫助，就要睇佢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市民，係咪真係一個宜居嘅居所。所以今日再睇翻有方2個論點啦，有方第一個論點同我方講咧，會保障安全同埋安全先啦，即係睇翻消防先啦。今日有方話啲現時嘅劏房好唔安全，所以要加入一啲火警探測器啊。你今日我方唔明白嘅係點解成個監管計劃最大嘅利處咧，就只不過係整合咗呢啲嘅消防條例，係咪真係要犧牲市場標準去做整合咧？呢點有方效果變為需要論證，況且現況底下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你嘅成效？即係主編同你講咗，劏房租務管制條例推出1年期間，單巡查咗全港不足2%嘅劏房單位，其原因就係人手不足，淨係得500個人去做巡查。咁要點樣巡查全港11萬嘅劏房單位咧？有冇又點樣確保之後你嘅監管計劃推出之後唔會重演悲劇，達到你所講嘅預期效果咧？再睇下今日有方話會保持尊嚴啦。但係今日我方唔明白嘅係根據房屋署2024年文件顯示，單單16.3%嘅劏房居民已經居住喺少於7平方米嘅劏房入面，亦都係話另外80%嘅劏房住戶根本就冇因為個監管計劃而受惠，又點樣保得住你所嘅專業？又點樣做到你話市場標準咧？所以今日我方見到嘅問題係咩啊？因為我方點解咁強調同你講話8平方米唔係一個宜居嘅居住環境咧？試想像一下8平方米就等於1個車位，入面咧需要包含1個廁所、1張單人床、1張台，呢個係監管計劃，就係一個好劏房戶可能要居住嘅環境，一個人你都會覺得逼啦，更何況有可能住咗1個家庭咧。過死嘅環境更有可能會造成心理問題。臨床心理學家甄子俊博士都指出，居住喺狹小空間之內嘅人，會容易會出現唔同嘅情緒壓力，而居住喺一個車位大小入面，情緒壓力更加會急增。唔通呢啲都叫做利大於弊咩？所以因為我方立場明確，減破房屋就唔應該存在，因為佢本質上就係唔啱。就算你點樣做到監管都做唔到我方想達到嘅利，達唔到你方想達到嘅利大於弊。房屋係我哋生活嘅避風港，但係而家減破房屋屌同市民嘅壓力，又點會係利大於弊咧？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發言時間3分0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2副，你都係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一位先生。
二副位置可以發現雙方都同意咧，其實現時係有問題㗎。但有方嘅解決方法係點咧？等到10年後你有公屋嗰30萬個單位出咗嚟之後，先可以解決到現時呢個問題。咁所以呢10年嚟到底要火燭死多幾多人有方先覺得滿足咧？我方見到而家減破防就係一個短期嘅解決辦法，令到而家嘅火燭嘅意外唔會出現咁多嘛。你就同我講要等10年之後，咁10年你要死幾多人咧？好啦，再嚟啦，有方就同我哋講話70巴仙係8平方米以上，咁我哋改咗一個最低標準咧，啲業主咧就會改翻低啦。但係你自己一副都同我哋講話會有成本㗎嘛，咁你冇理由淨係得改高呢個劏房嘅成本，你改低都要成本㗎嘛。咁你就要同我論證點解而家現有嘅劏房係合乎規格嘅，啲業主又會再特登使多你所講嘅50-60萬去改翻低呢啲劏房咧。再睇今日咧，有方就同我哋講話咧就算而家有啲條例都監管唔到，所以實行咗之後都係一樣。但係今日就算係人手不足都好，咁你請多幾個人咪可以解決咯。但係問題就係見到現時嘅情況好嚴重啦。啱啱主辯一副已經同你講過，有好多個例子，有火災，2024年佐敦華豐大廈有個3級火，5死41傷；2025年紅磡工廈失火，4男女受傷送院；2025年北角美都大廈一個劏房因為冷氣機起火導致一個60歲嘅男子死亡。以上提到嘅例子咧，都只係劏房以外嘅冰山一角。有方依然可以視若無睹，覺得10年後先解決都冇問題。咁按照你嘅邏輯係咪有得住嘅話，就可以凌駕安全問題？就算有死傷過到10年之後先解決都冇所謂咧。我方見到如果唔解決問題，而家好多劏房落戶舊樓老區，相關奪命意外咧，只會喺呢10年內越嚟越多。已經未講劏房會有你所講嘅精神健康啦、心理健康問題，往往咧住下咧就會觸電死、燒死。係咪今日有方明知有危險都仍然要繼續做咧？仲有各位總結有方前場嘅立場咧，就係見到有問題，但係等到10年之後先解決，置之不顧，覺得咧等到10年之後再解決都冇所謂。但係咧，有方其實今日咧，有方自己都允許一個香港人喺呢10年內住喺一個8平方寸以下嘅地方，冇窗將藏喺廁所嘅上面，又同大家講，佢哋自願想住㗎，有需求呢段劏房咪存在咯。但係呢個制度，我方講緊最想針對嗰30巴仙無輪劏房，講緊咩嘅概念咧？講係大家坐巴士上車動門拍卡都八達通，到司機坐緊嘅位嗰個長方形位置已經係64平方寸。你想唔想做？想像到你自己瞓喺嗰度，你屋企廁所、廚房連埋張床喺呢個巴士頭嘅位置咧？所以今日有方根本就係離地萬丈，同我哋講要10年後先解決。美國農業部都概括咗犬舍尺寸嘅具體空間要求，包括但不限於狗隻要能夠以自然姿勢瞓低同埋不受限制地轉身。試問現時香港劣質劏房咁多，一個格仔包晒廁所、廚房、睡房嘅地方，點樣可以做到咧？所以講到未有方案嘅反方案就係10年後先解決。但問翻有方，你自己可唔可以住喺一個九龍入邊10年咧？多謝各位。住唔死人，夠做㗎啦！各位大家好，呢8隻大字咧有方立場，面對住減破房呢個咁唔適切嘅居住環境咧，有方就係覺得變大咗好少少喎，大咗少少喎，咁仲唔係利大於弊？所以就二副咧，我覺得佢從有方最大人理解就係對衡量標準人理解。有方話要等10年，話我方離地，但真正離地嘅係有方同學啊，因為今日有方根本冇睇清楚現況有啲乜嘢解決方法俾佢，所以今日見到就係有方承認第一點，喺公屋完全足夠嘅情況底下咧，係減破房係可以被取代，之為其一。其二係原來今日政府有比減破房更加高質嘅過渡措施。立法會議員謝永信同你講咩啊？未來會落成到3萬個簡約公屋同埋21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有能力幫助基層居民解決安置問題。至於未能夠符合輪候公屋資格或者未能夠達到3年輪候時間以上嘅人士，佢哋都可以揀輪候一個過渡性公屋，又或者係年輕一代可以入住青年宿舍，又或者又有 N 無基金，俾佢哋喺等待公屋期間可以獲得一個更好嘅居住環境。所以反問有方啦，原來現況底下根本唔係淨係得劏房呢一個咁狹窄、咁逼狹嘅選擇嘅時候，原來佢哋可以住喺簡約公屋，可以住喺更多更好嘅居住環境嘅時候，有幫你焗住佢哋就係可以住簡破房呢件事合唔合理咧？所以我方一直同你強調啦，原來簡破房從來都唔係一個居住環境嘅時候，佢哋唔使等10年啦，而家已經可以申請公屋、申請簡約公屋入住到
做一個更好嘅居住環境嘅時候，唔係10年又10年，而係而家已經做得到。所以其實咁我方一直好強調啦，居住質素嘅重要性係啲咩？其實係想市民獲得一個更好嘅居住環境。主辯命有方8平方米係一個合適嘅居住環境，有方唔答，一副同你講咗原來狹小嘅居住環境會危害人嘅身心健康，有方二副隻字不提。所以規管咧聽落係規管，實際上係俾業主合情合法咁無限降低嘅標準。咁當然我方一直強調嘅係而家個30必須要改建嘅業主，而家佢哋會因為成本過高，佢哋要俾50-60萬，所以咧為咗利潤最大化，收回嗰50-60萬嘅成本，將呢30嘅劏房全部間晒做不足大概淨得8平方米嘅劏房。所以咪見到就係原來今日喺現況底下，佢哋要改建嘅時候付出高昂成本，佢哋唔單止要改建，佢哋為咗收回成本，將個尺寸無限降低，1+4變1+6，甚至1+8嘅時候，我方絕對同意嗰70未必唔使改，佢哋唔需要加，因為佢哋唔想付出成本。但係個30必須要改，而都係想留低喺呢個市場嘅時候，佢哋嘅標準只會無限咁降低，從而拉低晒整體嘅市場標準。呢一個係有方冇辦法反駁嘅地方。所以今日做一個利弊比較嘅時候，有方其實充其量得一個弊處嘅啫，就話消防問題好嚴重。但我幫主辯一副質疑咗方成效好多次㗎啦。原來今日喺租務管制同樣做唔到成效，有方都係隻字不提㗎。而為咗呢個不確定嘅利處，我哋香港要付上大量嘅成本效益，市民要面對越嚟越細嘅居住環境啦，業主要面對昂貴嘅成本，所以被逼利潤最大化，從而降低業主市場嘅標準啦。所以我方立場底下，香港嘅住屋問題唔止咁少，亦唔應該係咁少喎。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嘅城市，佢應該有責任去確保每一個市民又獲得一個適切嘅居住環境。所以話標準唔應該淨係睇你嘅消防問題生定係死。正如有方你都唔會話減防房有瓦遮頭，唔使露宿街頭，所以就係利大於弊。所以咪影響市民最嚴重嘅，從來都係嗰啲狹窄到極致，淨得8平方米，甚至生活環境之後不足6平方米嘅減防房，顯然係弊大於利，變題呢不成啦。多謝各位。1
會再呢個喂，咁即係有方提問，跟住有方問我哋，我話我方矛盾啦，唔係講緊個規管制度。你咁有方顯然就冇睇清楚辯題嘅題目，係講對房屋問題啦。跟住我方見到減破房屋根本嘅存在本身已經對房屋問題唔係一個利處嘅時候，你繼續規管都好，佢都唔係個利處。再者，我就算跳入有方立場，我話冇標準，連8平方都冇都。連8平方，如果冇呢個8平方米標準咧，就會越嚟越差。你今日我方見到嘅一副同你講啦，就得16.4%嘅人係住得細過7平方啦。你話標準就係幫咗個16.4%嘅人點樣叫幫到咧？就算同鄰近地區比較，話新加坡規定所有居住單位面積最少有35平方米，佢嘅人口密度高過香港6成嘅紐約，都規劃每個住宅嘅單位面積唔可以少過27.9平方米。今日見到嘅就係你減破房屋本質上8平方米就係一個錯誤咯，唔係在於你標準啱定唔啱啊，係在於你減破房屋本質上去明明而家政府有更好嘅選擇，你減破房屋就係一個錯誤咯。因為而家政府好似我方議會啱啱所講啦，有唔同嘅過渡政策，有簡約房屋呢啲，因為你嘅房屋問題理解愉快，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方提出嘅一小項反對，有1分鐘嘅時間，咁有請女士。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偷換概念，論點2所講嘅租金管制組喺2022年已經實施，而減破房規管制度喺2024年先推出。有方點能夠將呢個利處歸因於減破房規管制度呢？更甚，有方觀點一話現時有50%住戶居住不足100呎，認為環境惡劣，但減破房規管制度並無解決以上問題。現時減破房規管面積只係限制8平方米，即係86呎。有方一方面認為不足100呎係一個惡劣要改，但另一方面又認為86呎嘅生活空間利大於弊。想問有方，你係認為現況有問題定冇問題？如果有，咁點解不足100呎嘅86呎係利大於弊呢？時事大評需要由正方點作答，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
最基本嘅嘢嚟嘅。但係有方避免唔到嘅係咩？有方真正自己弊處8平方米呢樣嘢嘅弊處，有方完全地都冇做過，你快要比較最基本嘅嘢做到唔係一個利處，最基本嘅嘢做唔到先係一個弊處啊嘛！有方幫你講。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代表就第二次同下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有請計算師。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缺乏例比較，我方提出現況下，香港仍完全取代劏房。現時公屋2028年前可以提供67600戶，簡約公屋2028年前可以提供3萬戶，過渡性房屋2026前可以提供21000戶，足夠安置。所以劏房附近有我方義父所講嘅租金津貼、社福選項，而為咗一個即將會被取締嘅劏房，政府容許一個8平方米嘅劣質居住環境。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報告指出，業主借會傾向滿足政府最低要求。本身市場上淨係得1/4嘅劏房8平方米，而規管後，業主會傾向起更多8平方嘅居所。想問有方對3/4本身住喺8平方米以上嘅居民嚟講係好定壞？其次答辯需由正方書面答辯，有1分鐘準備時間，而家開始。頭先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話，依家我哋嘅最低標準就係8平方米，咁啲業主就會全部將啲劏房改成最低要求。但係我就想問下啦，依家你改大間房係要用錢，你改細亦都係要用錢，咁點解啲業主就會使錢去改細間劏房，特登為難啲住客呢？多謝各位。發問環節結束，我哋而家會進入1分鐘辯論準備時間。在座各位講起好咗，俾我諗翻起細個時代嘅時候，都同我講，你有得食已經好好㗎啦。我個年代啊，只係可以食樹皮嘅仔，就冇要求又要食呢樣又要食嗰樣啦。我之前係唔識反駁嘅，但我而家知咧，食唔死嗰只係過時嘅標準。而依家生活條件變好咗，有得食自然就變成為基礎而非奢侈。其實食同住都係一樣㗎。以前啲樓安全，所以有安全感，
係個利處嚟嘅。但係而家條件好咗，安全自然就會變咗係基礎而非利處。所以其實今日聽咗咁耐，我方講話咩標準。有翻呢啲通行唔算標準，其實一句話可以概括翻我哋今日嘅標準。今日做到基本嘅唔係利處，但做唔到一定係問題。一架車行唔到唔係一個利處，但行唔到佢一定係個弊處啊嘛。但係我方嘅標準係咩？當你全部即係基礎嘢，你架車係行到嘅正常，有啲咩全部有做到嘅時候，你可能比其他嘢仲跑得快，慳電慳油嗰啲，呢啲先至叫做係利處啊嘛。睇翻今日。我方不斷講嘅，將標準降低之後會導致我方不斷強調嘅係本身嗰3成，即係因為減破房被逼改嘅嗰3成，即係太細嗰啲咧，佢哋為咗收翻成本，自然就會將呢啲改，自然改嘅時候就會將全部改成最細嘅8平方米，導致之後嗰啲導致整體都會出現問題。當商家知道其實原來你食樹皮都已經夠飽嘅時候，點解要同你整咁多次，同你整啲其他嘢食？點解我要同你整咁大嘅樓咧？再者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嘅利處啦，話咩安全，即係話唔會火災有啲水電煤等等咧。其實今日有方後場已經交唔出啲咩成，交唔出到底你火災等等呢啲做出幾多成效，有方已經交代唔出，可見有方呢啲安全其實已經唔成立。呢一點先確啦。有方問我哋想點樣營造一個係冇劏房、冇減破房嘅環境，咁至少都要住劏房。但係有方會話我哋劏房唔係即係公屋需要輪候，公屋可能等又要等好耐，但係等好耐，所以有咗減破房就至少有一個最底，即係至少可以幫到依家嘅。但係重點係以前冇嘢食樹皮可以論證到利大於弊，但係重點係我哋未急到真係要食樹皮啊嘛！我哋前面論證咗咁多，因為公屋有咁多措施，啲咩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啲咩現金津貼試驗計劃等等，全部就係依家已經幫緊啲等候緊公屋嘅市民，等候公屋嘅市民，呢種都證明其實都證明緊政府係努力想要改變依家呢啲住戶情況，而唔係即係單單好似有方咁樣直接降低標準就當係可以翻利弊比較。今日有方全場講緊你只係一個安全，其實呢個安全好似我一開始講標準咁，即係一個最基本嘅。但係我哋睇到嘅係咩？細呢個都係最基本嘅。我哋想最基本有一個大嘅空間，而有方呢個做唔到嘅時候，自然地佢就會成為弊處。更唔好講話仲有啲尊嚴問題。咁細間屋其實又住到點咧？講到底其實時代係進步，我哋需求都不停提升，即係為咗更好嘅家。今日討論嘅面積唔係只係簡單嘅數字，佢代表住呢個家好唔好，代表住唔使驚又要嘈到屋企人有個獨立房做嘢，即係成家人唔逼喺一張床度又翻唔到身，唔使唔使做功課、食飯啊、做嘢，全部都只係喺張床上。朝早食完公仔麵，夜晚仲喺個牆度聞到啲臭味。佢哋想要嘅唔多，只係想要一個有尊嚴、真正利大於弊嘅家。但連政府連呢個標準都要降低嘅時候，佢哋又應該要點算呢？多謝各位。方建議發言時間為3分5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最後請正方建議同樣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請一位涉事主持。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比賽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個故事。2020年2月，劉建偉同妻子啱啱結婚，劉建偉嘅工資被納為自願，亦負擔唔起一個馬屋租，但係嗰個屋最起碼200零點4年，最可能2年幾耐。妻子唔怕捱飯，佢住得逼，所以佢哋租咗翻嚟一個1房4嘅劏房單位。點知新娘過半年有一日，佢翻屋企喺入息見到妻子趴喺馬桶上面，頭貼向牆，雙腳跪咗喺地下失去知覺，只差係隻腳已經變咗個紫色。劉偉傑想抱起佢，但佢全身都係電流。劉偉傑抱唔起妻子，機電處其他檢查發現，原來劏房單位嘅水線過咗去佢哋單位，妻子先至觸電致死。租個劏房唔係揾命搏㗎，寧醫死劉偉傑，希望得到一個解釋同道歉。可惜分享4年，淨係得到賠償，業主一句道歉都冇，甚至表示過咗咁多年點會記得。但係劉偉傑日日都記得後續無，最後淨係可以參加出名嘅聲音3，用多聲表達對妻子嘅懷念。對劏房業主做出控訴。的確，減破房規管制度冇可能解決香港住屋嘅一切問題，唔會令減破房數量增加，但減破房總規模
嘅安全問題引發嘅人嘅傷亡，唔死都有錯失後遺症嘅新聞。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哋喺度對一套教，都拎行嘅隨講，但係對比起友方嘅援助，有得市場淘汰嘅結果，就係我方前場所講嘅一種慘劇。每個制度都會有佢嘅不足之處，但係今日友方同佢講出呢個不足，係不能被解決嘅問題。縱觀外國同其他地方，英國、台灣、南韓、法國都設有最低居住標準，但香港人口密度高嘅新加坡有審批申請制度，有方各嘅問題，有一個家庭都會面對，甚至可能更加嚴重時，點解依然要做呢？自然台灣住宅法開宗明義曾指出，立法目的是為了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健全住宅市場，提供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並且享有尊嚴嘅居住環境。我方比友方係強烈，因為每一條政策背後都有唔同嘅結合點。我方唔係淨係想贊成裏面，係想回望過去。香港由以前嘅少年冇得發展，經濟社會進步一半，好似今日嘅友方成日話嘅嘢食咪好咯，咁多種咁多爹，有地方俾你住咪好咯，仲見咁多做乜鬼？的確老一代好中意講佢以前好苦，譬如坐喺工廠村20個鐘加班，另一代就輕輕鬆鬆坐喺有寫字又做冷氣塔。其實大家有份大家知，我哋未來唔需要做咁樣學，因為前人嘅努力已經建立咗一個更高生活品質嘅地方俾我哋。只可惜今日有方唔明白，依然覺得我哋有地方俾你住又好咯，仲有咩做乜嘢？依然選擇將香港康係過去嘅標準停滯不前，但呢個又係我哋樂見嘅香港未來呢？多謝各位。正方檢驗發現時間為3分2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而家會給予評判時間評分。另外，有關街邊評分，提醒評判需要根據全場表現，包括台下發問，給予街邊得分。表現最佳者可得 A 得4分，次者 B 得3分，如此類推。第5至8名則為0分，不能給予同分。而家現有嘅呢個減破防制度嗰個內容同埋 which is 係一個政主好基本係需要做到嘅嘢，
但係我喺其他比賽係見到，即係對住一條政策議題咧，好多時候咧政署咧都係冇辦法去好清晰地表達個政策嘅內容出嚟嘅。咁所以呢一點咧係必須要係有批評先嘅。係啦，咁point其實都好即係好正路啦，就係講緊維持住戶專業同埋促進嗰個制度嘅健康發展。OK， 咁但係咧去到後面咧，其實我就會喺度諗啦。咁究竟你哋嗰個 point 嗰個嘅推論嘅咁係點咧？因為似乎一副嘅或者之後後場咧，其實你哋嘅論證都會係比較少啦，係嘛？咁例如就係睇先，講晒啲咩？嗱，你哋都有話而家將呢個減學房嘅即係所謂改善咗或者優化咗，即係根據政府嘅用字啦 ，OK， 係啦嘅政策咧係會比起現有農屋或者係其他更加差嘅劏房啦，之前咁係為之好嘅。咁我想問，其實即係如果你要去舉呢啲嘅例子出嚟嘅時候，咁有幾多人而家真係住緊農屋先？有幾多人真係住緊啲更加差嘅，即係比減學房比更加差嘅房屋先？咁呢一個我覺得你哋係提出數字去論證翻，即係既然如果你哋有時間空間嘅話咧，咁其實你哋係要有呢個論證，就係會話俾我聽，喂，其實呢一個減學房嘅制度，佢如果做完之後，究竟幫到幾多人，而唔係呢個政策本身佢做咗之後係點啊嘛？咁如果佢幫到多人嘅話，咁你個利處咪越大咯？如果佢做咗呢個政策幫唔到人嘅話，咁做嚟做咩咧？係咁呢一個就係少少對於 point one 嘅 comment 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係跟住二副咧就數好多例子啦，即係不斷地同我數唔同火燭死或者係電死嘅嗰啲例子啦。Which is 其實我 buy 呢個講法嘅，點解咧？就因為即係始終呢啲都係新聞嚟㗎嘛。Which is 就見唔到係啦，喺度即係訴之動之以情咁樣去同我講，原來係有好多呢啲例子嘅，係啦。咁但係我淨係去聽到一個物理，即係對於人嘅物理傷害咧，就係大過反方或者重要過反方所提出嚟嘅實體傷害。咁呢一個係嗰個 hierarchy 係嗰個層次嘅問題啦，係啦。咁但係嗱，其實呢個位都仲有幾個，咁同埋二副嗰個位即係你用咗好多比喻啦，例如係搭巴士嘅嗰個比喻啦 ，which is 真係俾到我呢個感覺，原來住緊學房或者住一啲更加差嘅房屋係點樣樣，係一個咩嘅感覺？咁然之後，如果我哋對比翻而家有嘅政策嘅話咧，其實係就真係有啲改善咗喎。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改善咗幾多咧？係啦，咁呢一個就會係想你哋去解釋多啲啦。係啦，咁至於反駁上面，我一陣間同埋反駁嘅時候就會再一次過去 comment 啲。好啦，咁反駁咧，咁今日個進度咧比我預期之中係特別嘅。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哋係全盤去否定減學房，因為你哋覺得原來香港呢個發達嘅城市喺呢個地方入面，其實唔應該有呢一樣嘢出現，因為有其他更加好嘅alternative。好啦，咁我想問啦，好簡單嘅問題就係、當如果我哋有其他嘅alternative，係咪就代表我哋而家做緊呢個政策，一定等於弊大於利先？係啦，咁呢個係我心入面係有個問號喺度嘅，因為我自己唔係咁認同嘅一點咧，就係在於其他政策咪有其他政策做咯。咁而如果我而家只不過係將一啲更加差嘅居住嘅環境變翻稍為好少少嘅話，咁其實即使有其他政策喺呢度嘅話，咁其實同呢一個嘅政策嘅利弊，我覺得係個關係，你哋要去講翻清楚出嚟。即係我唔係完全唔同意呢個睇法，但係我會質疑你呢個睇法，就係點解你會咁樣諗嘅咧？係啦，即係如果做多一個減學房嘅管制規管嘅制度，又有啲咩問題咧？係啦，咁雖然有少少好似係驚延伸嘅議題咁，但係呢個係會係我嘅諗法咯。好啦，咁跟住咧去到你嘅point 係啦，咁which is point 就係講緊嗰個惡劣嘅居住環境啦。Point two 咧，我又一路都係由個 question mark 到落嚟嘅，就係點解即係嗱，你就聲稱話
咁改細單位個成本係即係幫你哋問埋就係改細單位嗰個成本係咪就一定會 cover 到佢賺翻嘅錢咧？咁我相信長遠係嘅，咁但係有幾多人真係會咁樣去做先？咁呢個我都係質疑嘅地方。所以你哋個 point two 咧，我覺得係平衡咗係一個好 theoretical 或者係好推論嘅層面，但係你未俾到一個好 solid 嘅例子，你未俾到一個實質嗰個市場嗰個現況喎。係呢個係稍為有少少失望嘅。如果你係用呢一個嘅進度嘅話，係啦。咁跟住咧都係你去 comment 得唔夠好嘅時候，即係譬如你話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啦，例如一個單位或者 sorry 一個車位入面咧，你就要有一張台一個廁所，呢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咁如果呢一個制度係弊多於利嘅話，咁你諗住點樣去規管或者去改善現有嘅環境啦？咁你哋就提出一個更加好嘅反方案啦，就係話而家其實有呢啲咁多戶係提供咗簡約房屋，或者有咁多戶係提供咗過渡性房屋或者青年旅舍等等。好啦，咁我想問，如果而家個供應量真係咁多嘅時候，咁點解仲有唔全方案咧？係啦，或者即係可能係時間問題，可能係政府嘅起樓或者公司型佢合作起樓嘅時候會有啲問題，係啦，咁我唔知啦。咁亦都即係如果正方冇質疑你嘅話，咁我呢度我就會俾你過咗去，係啦。咁所以正方其實你亦都可以去嘗試下當面對住，我諗都唔係一條非常之直道嘅主線，係啦，咁就會嘗試下去質疑啦。究竟係的確係會幫你喺某一啲辯位人士你講得比較少嘢嘅辯位咧，係攞翻少少分數。雖然即係可能有啲辯位你未必係好直接地會影響問題，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有講嘢嘅話，我係會俾翻你嘅。咁而如果你講嘅嘢你對嘴嘅話咧，我係會俾一個唔合格嘅分數你。但係唔合格嘅分數總好過好低分啦。係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去嘗試下咁去做。好啦，咁或者就係去到後場咧，咁我就會想聽到嘅就係，既然反方佢哋個立場非常之清晰啦，就係講緊，喂，其實呢一樣嘢本質上就係唔好，咁我先當我同意咗反方嘅講法先啦。好啦，咁正方你會唔會嘗試去俾出啲例子，或者提出啲質疑，就係話其實如果冇咗呢個制度，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咧？而我聽到有一個你腦海入面去 depict 到嘅一個 picture 喺度啦，就係會10年之內就勁多人會因為巴而死啦，係啦。咁除咗係動之以情之外，都要水之以靈，真係有幾多人，或者有幾多個 percent 嘅人係會有呢啲嘅情況發生咧？或者即使唔係死嘅咁，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咩重傷啊，或者心理嘅傷害啊，或者係要情緒輔導啊等等。係啦，咁所以論證嘅方法係可以更加多元，或者論證嘅例子咧，亦都係可以講得更加多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譬如你係未到個時限冇嘢講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點樣做咧？係可以攞翻你任何辯位嘅稿出嚟去讀，或者係即係總之去填滿呢個時間去啦。咁我諗呢個方法係會更加好嘅。係啦，咁然之後就係大概就係咁多啦。即係如果有啲咩辯位上面係可以再喺之後問我啦。咁我今日大致上嘅 comment 就去到呢度，唔該晒。我哋會有請嶺南大學中文院嘅李前隊長鄧泰文先生嘅演講。大家好，咁先多謝賽會邀請我睇呢場比賽啦。開始之前先想講嘅就係用我大膽去估啦，我唔知啦嚇，估錯就當我錯啦，係啦。有種感覺可能正方同學嘅隊伍可能因為人唔係好夠，咁所以可能主辯同協辯有種感覺，唔知係咪捱義氣，然後係陪伴你嘅好朋友嚟去完成呢一場比賽。咁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就係，來都來了咧，既然都已經係參與咗，不妨嘗試咧係積極啲去發揮你嘅小宇宙，講乜都好，係啦，因為正常一如所講咧，出聲係比較難嘅，係啦。而我亦都非常之坦白咁樣去表達我嘅想法咧，係同反方講，就係若然嗰條台下法係冇發生過嘅話咧，我諗今日話嚟嘅情況面，個原因係因為咧，我即係覺得反方條主線有一啲位置係
我覺得係正方二副已經完全清除晒所有嘢，而喺後場咧係冇乜進一步解釋得到一啲位置，包括咧當然啦，正方前場唔算太過強調到呢一樣嘢，咁但係到二副中間就開始會比較明確去指出同埋去比較，就係呢一個係一個短時嘅一個即時嘅措施。而家要處理嘅嗰個利弊嘅問題就係咁喺呢一個短時間之內，如果今日反方嘅反建議係我哋未來10年係有足夠嘅房屋嘅供應，去滿足呢一班嘅劏房戶嘅迫切嘅適切嘅嗰個住屋嘅需求嘅話，咁到底喺等待嘅過程呢段時間，反方嘅取態係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咧？事實上我會話其實反方嘅同學基本上面對住可能係啲人命傷亡啊、居住環境啊呢啲問題，其實係客觀上反駁唔到呢啲事，即係你係客觀上面係否定唔到有好多劏房嘅問題係出於過度嘅一啲嘅改裝啊，可能係漏電啊、火災啊、消防嘅問題。而呢啲問題咧，我自己認為其實喺中段去到後段其實唔係好解到咁乃至到咧係啦，再講翻上一條所講嘅方超嗰個問題邏輯上，如果你話因為我哋 set 咗一個最低嘅標準。所以咧，大家會向下降。我認為如果要證明到呢一個邏輯係成立嘅話咧，個前提係現況有好多嘅劏房本身係比起呢一個嘅標準係細，但係唔知點解你哋嘅一副定係主辯又會講咧，其實而家有70%半嘅劏房係大過嗰個最低標準。咁所以咧呢件事就非常之 confuse， 就係你一方面會講話其實有70%半嘅劏房係大過呢一個最低標準啦，去到二副直頭講話其實得30%嘅劏房係唔合呢一個標準，所以就要去改，然後個結論就已經係成全無限降低。邏輯上我會話其實冇降低到嘅，高咗。即係如果你話你有30%嘅劏房係細過呢一個最低標準，你而家係有個限制，佢一定要符合呢個標準，咁佢係高咗。所以唔係好理解到老實講，即係唔係好理解到呢一個故事係點樣成立出嚟嘅。即係我比起上一條，我覺得唔需要有啲乜數字，即係我真係唔係太過在意，或者唔係太過介意有冇啲人會走出嚟講我係心理變態㗎，我就會將佢咧係啦越改越細㗎啦啦。我哋頭係連數字上我都計唔明呢一個故事嘅，而且呢啲數字唔係正方提出嚟嘅，即係呢啲係你哋自己即係主辯一副咁樣接住落去嘅一啲 percentage 嘅運用係我相當唔慣嘅，即係我真係唔係好理解到嘅。咁所以咧，我點解會一開始咁樣講咧？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位係有少少事嘅，我哋覺得係有少少事嘅。好啦，咁於是乎咧，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可能係兩位義父嘅交鋒啦。咁其實即係呢場比賽最集中或者最強嘅對競就係兩位義父啦。我自己覺得反方義父咧，其實佢係打得唔好，但係可能都要小心啲諗一諗咧，就係 OK，你嘗試去接住正方義父嘅質疑，就係講現況有啲乜嘢解決嘅方式。咁但係其實除咗青年宿舍同埋你講嗰個唔知乜嘢基金之外咧，係啦，咁其實嗰啲都唔係即刻解決到嘅，即係唔係即刻解決到嘅方案，即係同埋啲現況可以即刻解決到嘅一啲嘅手法嚟，係啦。咁是否適合咁鏗鏘咁樣出嚟去定咧？係啦，同埋即係有啲表達上嘅，即係我唔知點樣形容啊，嘗試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嘅，即係如果多多得罪多多啱，係啦，即係可能會講話，譬如話唔係淨係得劏房嘅，你而家用呢一個規管嘅方式焗佢哋住劏房係咪合理咧？我就會諗啦，邊有焗佢哋住咧？係咪？即係如果按照你嘅想法，未來嘅嗰個供應係足夠啊，咁首先正如上一條所講啦，應該係唔會揾到任何嘅劏房嘅數目啦，係咪？其次都冇話凍住要住嘅，係咪？即係佢都可以有佢嘅考量。咁我哋而家探討緊嘅只不過係呢一個規管嘅形式能唔能夠target到現時嘅問題啦，係咪？咁所以咧係啦，最後一個少少嘅重點咧就係、其實後場咧去到台下同埋結辯係唔知點解咧，佢不斷好強調嘅就係安全係基本，安全係基礎，所以你個制度保障咗個基礎唔係一個利處，呢件事係合理嘅，係啦，即係我只能夠講我不能夠認同，因為正方正就係講緊呢樣嘢本身喺現實上唔係基礎啊嘛，所以呢一個制度就係將一個唔係基礎嘅嘢變翻做基礎啊嘛，係咪？咁然後你用嗰個車嘅比喻就係車行到唔係利處，我下一段就諗車行到係利處嚟嘅喎，即係如果架車行到咁佢咪幫我喐，咁咪利處咯，即係佢咪發揮到重新功能，係啦，即係呢個
思考咁樣，即係利大於弊。OK， 站在反方嘅角度，你嘗試加重正方嘅良政責任，要講佢有一個 extra 嘅利處，要佢慳電，要慳油咁樣，即係個類比係咁樣啦。唔係話唔合理嘅，咁但係我諗需要多啲嘅解釋，到底點解評判需要接受呢一個額外嘅一個嘅要求咯，係啦。即係個故事好簡單，就係、如果你能夠證明到，假設啦嚇，你能夠證明到正方舉出嘅嗰啲人命傷亡或者安全嘅問題同管唔管劏房係冇關係嘅，跟住你先再講，所以我哋管劏房係間接等於默認嘅劏房存在，所以就降低咗一個主觀標準。如果你證明唔到呢樣嘢嘅話，我覺得個故事係咪成啫？係啦。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應該係比較難可以反對到呢一個即係嗰個而家正方舉出嚟嗰啲例子嘅安全咧，係同呢一個現況冇規管係有關，比較難反對到呢樣嘢。所以我嘅想法係條主線有新意，但係要諗諗係咪真係行得通，反而可能比較平穩踏實啲，嘗試去單純地去論證到底呢一個嘅規管方式即係呢一個規管方式是否係真係能夠係實現到或者可能係一啲比較老土啲嘅啦。我反而嚟講打租金好啲，即係可能雖然正方有少老土人咁樣決定咗講呢一個即係租金上升，但係其實可能你加咗限制，令到嗰啲劏房，其實我反而可能會target嗰啲唔需要改動嘅劏房戶，即係嗰啲唔需要改動嘅劏房戶，見到本身做爛市嗰班人要做翻好個劏房嘅時候，佢咪可以食住上去提高嗰個租金咯。於是乎可能會產生一個新嘅房屋嘅一個嘅承擔負擔嘅問題咯。咁反而覺得呢一個可能係比較容易或者比較合適嘅一個對於香港房屋問題現實嘅一個處理方式嘅，係啦，即係呢個少少嘅分享即係關比同評分事，係啦。咁所以簡而言之就係咁啦，係啦，即係希望大家都多多包涵啦，繼續去努力啦，係啦。咁我都係啦，重歸一個大學嘅生活，我都要繼續努力啦，係啦。咁大家一齊努力啦，係啦，多謝大家。咁啊，前面嗰啲評判講得比較客氣少少咧，咁就即係原來我覺得比較直接啲啦。咁其實咧，今日一場比賽咧，我係正反雙方都唔想俾贏。即係如果呢個係一個 qualify 嘅一個比賽，可能我兩個都想 fail 啦。咁個原因咧好簡單嘅啫，正方嘅原因咧就係你出嚟企咗嗰1分鐘咧，你冇咗30分咧，我諗冇辦法可以俾到你贏喎，係一場咁嘅比賽。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咧，即係捱義氣又好，咩又好啦，來刀來料都好啦。但係我覺得喺一個辯論比賽入面發言係對對手同埋對評判嘅基本尊重咯。即係呢個比賽本身就係你要發言咯，係咪？即係如果你唔想發言，可以靜觀比賽或者你掃描咯可以。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喺一個辯論比賽入邊你出嚟完全唔發言嘅話咧，咁呢件事我有少少覺得我被 disrespect 我覺得佢彩到嘅。咁我覺得 anyway 就係咁唔發言有好多原因嘅，可能你好新啊或者咩都好，但係前面評判都俾咗好多解決方案嚟啦，即係最簡單，你問主編借份稿出嚟照讀 ，OK， 做一個你覺得最有利嘅 point， 其實我都會起碼俾到1/3嘅分數嚟嘅。咁而呢一樣嘢的確係好影響到成張分子嘅勝負嘅，即係呢樣嘢都好坦白講。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我覺得，即係你哋諗下，譬如你以後可能真係唔夠人又好，或者你哋做呢一邊嘅發展都好，即係點樣可以短時間入邊組到一隊可以打到之後再上去，無論打正賽定富邦賽都好，你可以組到一隊可以functional啲，學反方或者一架行到嘅車咧，咁你哋就要諗一諗啦，即係咁樣講。咁但係咧，我覺得正方講緊內容先嘅，我覺得正方嘅內容就唔差嘅。咁因為我覺得正方嘅內容整體上咧都係大陸，即係正常常啦，都係講嚟講去，都係講緊一啲即係保障生命啊、保障安全啊，跟住轉得好差啊咁樣。咁喺一啲咁樣嘅所謂政策提住佢未實施嘅情況之下咧，永遠打理念咧，即係打正方就最着數嘅，因為永遠呢個政策講出嚟之前咧，佢一定會講好多原因啊，又話好多理念啊，點樣做啊，預計係咩成效。咁但係你未做嘛，通常好多政策都係做咗下先賴嘢嘅，或者係垃圾徵費咁樣，即係試行一陣，但係完全唔 work 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正方咧，你本身係有呢個優勢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你要講得再直接啲咯，即係究竟你呢個劏房同現況嚟講，到底係提升咗幾多？即係我會覺得一個問題就係，今日大家講好多8平方米、6平方米、8平方米、6平方米，但係咧係真係去到正方有義負嘅時候，有先講過咁而家嘅情況有幾差。我覺得正方如果你要證明嘅話，
隨住嘅係代表緊啲乜嘢嘅提升？一個合理生活環境，一個精神健康，以至佢要養育小朋友又好，對佢嘅譬如新四肢嘅活動又好，對佢嘅精神壓力又好，到底呢個8平方米嘅提升對於佢實際嚟講嘅意義係點嘅？咁正方你係需要去論證呢樣嘢咁但係喺論證呢樣嘢前咧，你已經俾反方即係好快就已經撳住一樣嘢㗎啦。咁反方嘅邏輯基本上同佢講就係話，因為8平方米都未夠住 ，OK， 咁所以咧8平方米都好差，咁所以呢個政策規管就冇用啦。咁但係其實你以富或者其實我覺得你再早啲已經可以諗到一個其實即係一個係壞與更壞嘅選擇之餘，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有科同學覺得8平方米唔夠，咁你咪再加咯個標準。但係個問題係你要有個規管制度喺度，你先至能夠有最低標準嘅存在啊嘛，係嘛？反方有啲佢都唔係反對嗰個規管制度喎，佢即係反對覺得8平方米唔夠。係，如果我係政府，我合理退讓，我直接騰咯，好啦，加到10咯，加到12啦，咁你滿意未啊？咁你贊成未啊？係咪？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即係好容易可以答到嘅，但係呢樣嘢就好容易俾反方佢不斷問你唔夠住點算？咁呢樣嘢我覺得就太可惜啦，因為有呢種反方係冇反對過要規管，基本上。咁我覺得呢樣嘢你可以去理解一下。好啦，咁呢度反方就係點解反方會有呢個所謂嘅進路咧？對於反方嚟講最大嘅評論咧，就係 comment 就覺得你係冇論證過條主線，冇論過條辯題嘅。條辯題係一條利弊嘅比較辯題，但係反方完全喺一個應驗性嘅角度去打，即係應唔應該做呢樣嘢，唔應該做，俾個反方講。但係到底做完呢件事之後有啲咩實質嘅壞處咧？可能第一個就係覺得會越多人將啲房越劏越細啦。但係你講喺 point 1，你話會令到啲人覺得8平方米都唔夠住嘅話咧，其實一個利處未夠利唔係一個弊處咯，我覺得。即係你話8平方米唔夠住，應該要再多啲。咁但係譬如由6升到8，5升到8，咁一個前後嘅對比都係一個進步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條辯題最主要一個核心嘅即係邏輯啦，嗰陣時啲評判好中意講底層邏輯就係大家比較平台唔同。政府嘅比較平台就係做之前有幾差，做完之後有幾好。反方就唔係嘅，我攞一個最好嘅標準，攞個世界住得最舒服嘅標準，然後嚟講而家未達到標準，所以就唔好。所以個問題就係在於，當個比較標準唔同嘅時候咧，呢樣嘢你係無論邊一邊都好，你應該係要早啲攻擊呢樣嘢，而唔係不斷同人講就係話死咗幾多人點算㗎？呢個又話唔係啊，8都唔夠住啊，8平方米都唔舒服㗎，開又問啦。咁但係我覺得呢種比較係冇意思嘅，即係阿爺話時樹皮，收完辛苦係冇意思，純粹一個觀點與角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要爭奪一個論證標準嘅話，你係要及早去攻擊對方。如果唔係，就會變咗今日咁樣講説講話。咁但係對於反方呢個推論咧，前面評論都有講就係反方今日完全嘅立場就係完全地反對減破房啊！佢覺得減破房存在喺人類，即係存在喺世上就對人類係一個遺傳。但係有少少偷換概念，因為換一換講就得㗎啦。究竟我哋推行一個禁煙政策對香港係咪利多於弊，同埋吸煙係咪對香港利多於弊就一樣？今日你話減破房嘅存在係利多於弊，OK 啱嘅。咁吸煙嘅存在都係一個弊多於利嘅政策 ，OK。但係個問題係你限制吸煙，然後反方嘅邏輯係今日仲有啲人有得吸啊嘛，仲有啲地方有人吸，你未達到你預期嘅成效啊嘛。咁所以一個控制吸煙嘅政策都係弊多於利。咁但係你咁樣諗就唔合理㗎喎，係咪？佢覺得減破房呢件事係弊多於利，咁我限制佢令到佢少咗嘅時候係咪利多於弊？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就係、即係呢一種嘅比喻，我覺得你應該要有咯。如果唔係，個感覺就會變咗反方無限地將正方嘅論證標準推高，但係正方唔識得幫自己撳翻低，係啦。咁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反方咧今日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評判都有講就有 point two 啦，就話今日咧我哋做完呢一樣嘢之後，啲劏房咧嘅僱主嘅業主就無端端將啲房無限劏到咁細啊，就有咁盡得咁盡嘅利潤極大化。其實好簡單嘅問題，你而家冇規管都做得㗎啦，咁你又唔做，即係你講到話班業主係無良㗎嘛，咁你而家冇規管㗎喎，你可以劏到1平方米都得㗎喎，即係企位啦，佢可以係，咁點解唔做咧而家？即係佢係咁變態嘅，一定要政府規管咧，我就係反叛嘅，我一定要政府規管我先攞50萬去即係減低一間房。咁但係我聽就覺得好好笑啦，咁但係我睇人家嬲啦，即係大佬正方城牆都冇人講得出呢樣嘢喎，係咪？因為呢樣嘢就可能你要諗清楚少少，就係當人哋一樣嘢係一個邏輯或者一個講法，或者難聽啲講係吹水嘅時候，咁你諗下點樣可以用一個有力啲嘅方法去回應佢？咁當然政府有嘗試過用例子同佢標誌嘅，即係話喂外國即係台下有問嘅，外國嗰啲地方做完之後，到底而家降低有幾多啊咁樣？咁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呢個文化。咁好明顯就真係反方完全純吹水啦，都冇諗住答你㗎嘛。咁但係正方你係咪應該要即係早啲用呢個策略又好，你追多啲又好？咁呢樣嘢我覺得你以致你唔會咁即係
被動啦呢樣嘢。咁而到最後一樣嘢咧，都係我覺得今場咧都值得大家思考嘅，就係咁究竟我哋香港嘅房屋市場未來係啲咩咧？嗱，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嘅，就係未來會有公屋啦，未來會有公營房屋，未來會有過渡性房屋，未來可以無人住劏房，大家同意呢樣嘢。咁但係爭論就在於佢係一個長期定短期嘅一個問題啫。咁正方就覺得短期咧就都係要靠揀房嘅，咁反而長期咧就要去做即係公營房屋嘅咁樣。咁反方嘅我覺得就係、前場都係咁諗嘅我諗，但係到台下上嚟問咧，我就覺得咦佢開始講到其實2026年或者好近嘅未來都已經會有過渡性房屋，都已經會有呢啲政策。其實我哋距離呢個理想嘅未來唔係咁遠咯。咁我會問嘅問題就係、咁我哋距離呢個未來都唔會咁遠嘅時候，咁但係即係留俾大家思考或者去想像啦。咁究竟我哋未來會係點？我嘅角度就覺得咧，其實住劏房嘅人咧，係咪必然等於符合公屋嘅資格咧？就未必嘅，即係如果根據劏房嘅標準咧，可能你住100尺嘅劏房，或者你住某個即係如果你根據嗰個分間單位標準，其實可能有啲人去住劏房，但係佢未必符合公屋嘅入息需求。即係呢個可以想像下。咁即係到底未來會唔會有一刻仍然呢個世界上仍然會有劏房嘅存在咧？咁呢樣嘢你都可以去想像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就係呢樣已經太遙遠啦。係啊，即係你處理咗你前邊嗰堆有冇提升，未來佢會唔會不斷無限再劏越細再加價嘅問題？咁同埋你答埋條學校發問先，咁即係你處理咗前面嗰部分先去諗呢樣嘢。或者比長短咁樣，亦都未到自由辯論，亦都冇即係更加多嘅環節。咁我覺得呢樣嘢就留俾大家思考。